大家好，你哋屋企係咪都有一部電熱水壺？每日由早到晚，落床第一時間就按掣燒水飲，係咪覺得用電熱水壺又方便又乾淨？但我話你知，如果你用錯熱水壺或者唔識睇嗰啲不鏽鋼標籤，你每日飲落肚嘅分分鐘唔係健康嘅水，而係大量嘅重金屬，甚至係偷偷地損害你同屋企人身體嘅毒素。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下，點解日日用電熱水壺燒水飲，隨時會中招。教大家點樣去揀最安全嘅316不鏽鋼，仲會教大家一招極速清走壺底嗰啲極度討厭嘅水垢。最重要嘅係，我哋要一齊破解嗰啲喺網上面傳咗好多年，連世衛名義都俾人拿嚟亂用嘅飲水謠言。話說我前陣子去朋友屋企作客，想斟杯熱水飲，點知一打開佢部電熱水壺，哇，壺底密密麻麻，全係白色同黃色嘅硬塊，甚至仲有些少鏽斑。我問佢：你部壺用咗幾耐啊？佢同我講用咗2-3年，仲話水垢啫，燒滾咗就冇事啦。世衛都話飲有水垢嘅水會生腎結石，所以佢平時會用布擦擦佢就算。我當時聽完真係嚇一跳。第一，世衛根本冇講過飲水垢水會生腎結石，呢啲完全係假新聞。第二，如果嗰個唔係單純嘅水垢，而係個壺嘅金屬底層已經氧化、生鏽，甚至係劣質高錳鋼釋放重金屬，咁樣日日飲落肚，真係食咗毒藥都唔知。所以大家真係唔好再掉以輕心。我哋先嚟講下最核心嘅問題，點解你屋企嗰部電熱水壺會令你中招？好多人買電熱水壺，去到電器鋪或者上網睇，幾十塊錢有交易，覺得熱水壺原理咪又係一條發熱管加個金屬膽，有咩分別呀？平咪得咯。但你知唔知市面上好多極度便宜嘅電熱水壺用嘅根本唔係食品級嘅不鏽鋼，而係所謂嘅高錳鋼或者係201不鏽鋼。呢啲鋼材錳含量極高，耐腐蝕性極差。當你日日用佢嚟燒水，甚至有人中意用個熱水壺嚟煲檸檬水、煲茶，酸性物質或者長時間嘅高溫水流就會加快金屬侵蝕，將過量嘅重金屬錳釋放到水入面。如果你長時間吸收過量嘅錳，會直接影響我哋嘅神經系統，出現頭暈、記憶力衰退，甚至好似帕金森氏症咁嘅症狀。呢個唔係嚇你，係過往真係有檢測機構抽查過平價熱水壺，發現重金屬溶出量超標幾十倍。所以揀熱水壺，材質係第一考量，千祈唔好因為貪過幾十塊錢而拎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嚟賭。咁到底要點揀？大家平時去買產品，最常聽到嘅係304不鏽鋼。但你睇我今日嘅主題，我係大力推薦大家要揀316不鏽鋼。到底304同316有咩分別？我用最簡單嘅方法同大家講。304不鏽鋼係目前國家標準嘅食品級不鏽鋼，耐腐蝕性已經算唔錯，一般燒水係夠用嘅。但係316不鏽鋼係醫用級別嘅不鏽鋼，佢喺304嘅基礎上面額外添加咗一種叫氘嘅金屬元素。加咗樁之後，316不鏽鋼嘅耐腐蝕性、耐酸鹼度同埋耐孔泄能力係呈幾何級數咁提升。舉個例，如果你用304燒水，只要保養得宜係冇問題。但如果你有時想喺壺入面加片檸檬，或者燒下有微量鹽分嘅水，甚至係喺沿海地區水質比較複雜嘅地方，304用久咗都有可能出現細微嘅泄孔，而316就完全唔使怕。佢常用喺醫療手術刀、海洋設備，甚至係高級嬰兒奶瓶。所以如果你想一勞永逸，用得最放心，一定要認住壺身或者壺底，又印住 SUS 316或者18到10嘅字樣。講到呢度，大家去買316不鏽鋼熱水壺嘅時候，仲有一個好大嘅陷阱要避開。依家出面好多不良商家，知道大家識得撻316，佢哋就會喺產品廣告上面大字標題寫住316不鏽鋼熱水壺，但你買落嚟仔細睇，原來佢只係蓋子裏面嗰微不足道嘅一小塊金屬係316，或者係發熱底盤係316，而個壺壁竟然係201或者未知金屬，呢種叫做掛羊頭賣狗肉。我哋買嘅時候一定要睇清楚產品說明，確保內膽，即係所有會接觸到水嘅金屬表面，全部都係316不鏽鋼。仲有，唔好以為全塑料嘅熱水壺就無金屬問題。塑料外殼如果係劣質塑膠，高溫燒水嗰陣會釋放塑化劑同異味，飲落去一樣有害。最理想嘅結構係內膽全316不鏽鋼，外層有防燙雙層塑膠保護，咁樣既安全又唔會燙到手。屋企有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就最安心。好啦，講完點揀熱水壺，我哋嚟傾下嗰個困擾咗無數人嘅問題，壺底嗰層黃黃白白，好似石頭咁硬嘅水垢。好多人一歎到水垢，心裏面就發毛，覺得好髒。
甚至聽過網上好多傳言話水垢係毒素，飲咗落肚會喺腎臟沉澱，最後變成腎結石。仲有人話世衛組織早就發過警告，話水垢水致癌致結石添。我今日要喺呢度鄭重同大家澄清，呢啲全部都係徹頭徹尾嘅世衛假謠言，大家千祈咪再信。我哋先科普一下到底水垢係咩嚟嘅？其實水垢嘅主要成分係碳酸鈣同碳酸鎂。我哋平時用嘅自來水裏面含有豐富嘅礦物質，例如鈣離子同鎂離子。當你將水加熱燒滾嘅時候，呢啲本來溶解喺水裏面嘅鈣同鎂就會發生化學反應，變成唔溶於水嘅碳酸鈣同碳酸鎂沉澱物，附住喺熱水壺嘅底部同內壁。呢個就係水垢。簡單嚟講，有水垢出現，反而證明你燒嘅水裏面係有礦物質嘅硬水。咁到底飲咗有水垢嘅水會唔會生腎結石？答案係完全唔會。人類嘅消化系統同泌尿系統係兩回事。你飲水落肚，水垢進入嘅係你嘅胃，胃裏面有強烈嘅胃酸，胃酸嘅主要成分係鹽酸，碳酸鈣一遇到胃酸，瞬間就會被溶解，分解成鈣、離子同水，最後一部分被腸道吸收，吸收唔到嘅就會隨住糞便排出體外，佢根本完全冇機會以碳酸鈣硬塊嘅形式跑去你嘅腎臟。醫學界同世界衛生組織早就澄清過，腎結石嘅成因極度複雜，主要同個人代謝問題、飲水量嚴重不足、家族遺傳、高草酸飲食等因素有關，同你飲嘅水裏面有冇水垢完全冇直接關係，所以大家唔使嚇自己，唔好再被網上嗰啲標題黨同假信息嚇到要特登去買昂貴嘅過濾水嚟煲。雖然話水垢對健康無直接毒害，但係呢個但係好重要。如果熱水壺抵積咗厚厚嘅水垢，你係絕對唔可以由得佢唔理。為什麼？第一，水垢係熱嘅不良導體。當你壺底積咗一層厚厚嘅水垢，發熱盤傳熱嘅效率就會大大降低。本來3分鐘可以燒滾一壺水，現在可能要耗電5分鐘，甚至更久，白白浪費電費。第二，長時間嘅局部過熱會縮短熱水壺發熱管嘅壽命，甚至引發電路故障。第三，亦係最討厭嘅一點，水垢嘅表面係非常凹凸不平嘅粗糙結構，極度容易藏污納垢，甚至成為細菌滋生嘅溫床。而且水垢剝落混入水入面，飲落口嗰種粉粉地、結結地嘅口感，真係非常影響飲水嘅體驗。咁到底要點樣清走呢啲討厭嘅水垢？好多人會拿洗碗、海綿嘅硬面去狂刷，甚至用金屬鋼絲刷去刮。我同大家講，千祈唔好咁做。因為你用鋼絲刷去刮，會破壞不鏽鋼表面的保護膜，造成微小的刮痕。呢啲刮痕日後只會更容易積聚水垢，甚至會令不鏽鋼失去防鏽功能而開始生鏽。今日我就教大家一招極速、省力，而且完全唔傷害金屬嘅一招清走水垢法。你唔使去買外面昂貴嘅化學除垢劑，只需要用到你屋企廚房一定有嘅一樣嘢，食用醋或者檸檬酸。具體步驟非常簡單，大家聽好啦。如果你用白醋，直接倒大約100到200毫升嘅白醋落熱水壺入面，然後加水，加到覆蓋所有水垢嘅高度，接住按掣將水燒滾。當水燒滾之後，唔好急住倒掉，關掉電源，讓佢靜置大約20分鐘到半個鐘。喺呢個過程中，醋酸會同碳酸鈣發生中和反應，將硬邦邦嘅水垢完全溶解。時間到咗之後，你打開鈣睇睇。你會發現本來好難拆嘅水垢已經自動化成水溶液，或者變得好似豆腐渣咁軟。呢個時候你只需要將醋水倒掉，用清水簡單沖洗2-3次，或者用軟海綿輕輕一抹，個壺底瞬間就會好似鏡面咁光亮如新。如果你覺得白醋嘅氣味太酸太刺鼻，我更推薦大家去超市或者雜貨店買一包檸檬酸粉，10幾塊錢就有一大包，可以用好久。用法一模一樣，放2-3湯匙檸檬酸粉落去，加水燒滾，靜置半小時，倒掉沖水，水垢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仲會留有一股淡淡嘅清香。呢個方法既便宜又安全，又完全唔費力氣。大家今晚返去就可以即刻試下。除咗揀好壺同洗水垢之外，日常使用電熱水壺，仲有幾個大家好容易忽略嘅壞習慣，我一定要提醒大家，避免大家無意中中招。第一，千祈唔好將熱水壺當做煮食鍋，好多單身一族或者租房朋友圖方便，中意用電熱水壺嚟煮茶、煲牛奶，甚至煮方便麵、滾湯。呢個係極度危險同損害熱水壺嘅行為，因為牛奶、茶葉、湯底入面含有豐富嘅蛋白質、糖分同酸鹼物質，喺高溫加熱嘅過程中，好容易黏附喺壺底，形成焦黑嘅底垢。呢啲焦黑物極難清洗，而且會急劇加速金屬嘅腐蝕。
熱水壺嘅設計初衷就係純粹燒開水，專物專用，先係最長壽、最安全嘅用法。第二個壞習慣係壺入面長期留有剩餘嘅水，很多人燒完一壺水，飲咗一半，剩下的水就一直留在壺裏面，留到隔天甚至好幾天，要飲嘅時候又再按掣重新燒滾，即係所謂嘅遷廢水。雖然說遷廢水亞硝酸鹽超標嘅說法有點誇張，但長時間將水留喺金屬壺裏面，會增加金屬元素溶出嘅機會，而且水溫降落嚟之後，喺封閉環境下容易滋生細菌。最好的習慣係每次要飲幾多就燒幾多。如果壺入面仲有剩餘嘅水，放置超過24小時，就最好拿去澆花或者洗碗，唔好再燒嚟飲，更加唔好讓水長時間浸泡壺底。最後我哋嚟總結一下今日嘅重點。第一，電熱水壺天天用，一定要揀得精明，認準全316不鏽鋼內膽，避開劣質高錳鋼，保護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第二，切勿再信世衛話水垢會引致結石嘅假傳言。水垢只係礦物質沉澱，雖然對身體無毒，但會影響電器壽命同飲水口感。第三，清水垢唔需要用鋼絲拆狂瓜，用白醋或者檸檬酸加水燒滾，靜置半小時，一朝輕鬆搞掂，光亮如新。健康生活其實唔難，往往就隱藏喺呢啲每日都會接觸到嘅生活細節入面。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立刻去睇下自己屋企個電熱水壺，如果發現係舊款劣質金屬或者已經滿係鏽斑，就唔好慳個少少錢啦。快啲換個安全嘅316不鏽鋼熱水壺。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啲資訊對你或者身邊嘅親朋好友有幫助，記得分享俾佢哋睇，等大家都可以飲得健康，飲得放心。我哋下一次再見。